我係龍冠天，就係香港粵劇藝術團嘅藝術總監。咁啊，今年2025年咧演出嘅《牡丹亭驚夢》，咁兩位嘅年青人嘅主角咧就係黃成斌同劉麗。咁佢兩位咧好勤力，已經用咗好多時間做功課。咁啊，所以咧難得佢哋已經做好咗自己嘅準備，然後喺度演出之前咧，我哋嘅彩排咧有好多錢。咁啊，大家就已經係商討咗點樣去處理。咁行好晒位，做好晒嘢，大家都思想上有啲新嘅概念，將我哋嘅經驗去分享嘅時候咧，到真正響牌之後有晒鑼鼓有音樂咧，又另一個世界。咁行嘅位點樣同埋配合唔同嘅演員係點咧？結果我哋用咗成10幾日一路喺度彩排，佢哋日都有改進。咁啊，加上佢哋自己係好勤力，所以咧就係除咗真係行位未唱之前咧，佢哋自己真正音樂開埋一路去演出嘅形態去彩排咧，已經好多次。咁可以話俾大家聽，喺正式演出之前咧，佢哋已經唱咗好多場。咁所以咧，我哋除咗係喺外邊唔同嘅地方嗰度彩排之外咧，亦都喺西九戲曲中心嘅戲台正式加埋燈光佈景，究竟係點樣處理？佢兩個又再從頭做一次，唔止一次，係好多次。我哋係響唔同嘅角度去睇完之後，同佢哋再分享埋佢哋改得好好。咁所以咧，其實喺我自己嘅本身嘅感覺裏邊咧，《牡丹亭驚夢》係我最喜歡嘅任白呢兩位前輩嘅4大名劇之一。好老實講，呢個戲唔容易做得好，唱都係要知道點樣處理。咁所以咧，難得佢兩個咧喺到演出啦。今日我哋係最後一日，我覺得佢之前嗰幾場都已經非常。所以我對於佢兩位主角今次《牡丹亭驚夢》，佢哋自己出心去做嘢，同埋俾心機去做好自己，我非常之滿意。你好，我係藍鳳啊，好幸運能夠為呢個香港粵劇藝術團擔任指導，而且今次我哋個牡丹亭係用全新嘅製作，任何每一個部分曲啦、畫啦、演員咧都係新嘅，我好開心今次能夠參與呢個演出。今次黃成斌咧同阿劉麗係第一次合作，靚仔靚女，非常之合拍，同埋工藝又啱啦，同埋佢哋嘅唱段啊、個聲調啊都非常之好嘅，所以咧喺劇中人演呢一個角色係非常啱佢哋兩個演嘅。